華視台語新聞雜誌，鄉親啊，若講到家人，除了想到廟口的夜市甲互賭之外，你閣會想到啥呢？1626年，西班牙人第一屆登陸家人和平島。400年後的今仔日，漢陽大學的師生以歷史文化為起點，規劃一面行一面讀，甲下幾節的活動，來描述着家人深厚的文化底蘊。創新團隊嘛邀請到國內外的藝術家，以創作活大暝，透過另外一種展演的方式，重新來講在地故事。另外，方講是家人灶腳的仁愛市場，傳統甲現代的美食是各有特色。咱繼續來看山海之城家人這幾冬來美麗轉變。你看過它的雨天，也感受它出太陽，我覺得那個才是基隆很有魅力的地方。我們不是把觀光帶起來而已，我們是怎麼把人跟地方居民能夠共好。基隆是一個好像被時代拋棄的城市，30年過後，覺得它再重新慢慢找回自己的定位。基隆對我來講，它是彩色的。阮感謝透早日頭光袂輸暴曬，土地種要精神的家路，城市擁抱海灣，一如過去100年來爽往迎來。家人歷史隨着綿綿的門廊雨，隨着點到的能量注入海部，隨着海風吹向古老的航道。400年過去啊，時光將家人雕琢成如今這般身軀燒藍的獨特樣貌。以前沒有這條橋的時候，這裡是一個渡船頭，這裡和平島跟這裡算是台灣的外島，這個就是基隆港的港口，橫跨基隆歷史的記憶哈。那這個港口等於說有他們的荷蘭人的戰船，也有當時漢人的龍客船，還有我們現在在發展的郵輪。同一個地點，在這400年有太多的故事。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做起來，就是小島大歷史，加起來就。以海洋大學教冊嚴教授以大學社會實踐責任計劃為起點，歸心在做和平島的在地營造，為環境教育下手，更加要發揚小島的輝煌歷史。第一次來的時候，就是這一艘蔣帆船。那蔣帆船上有超級多複雜的故事哦。這個是大航海時代的悲歌，因為他們那時候船上每一個槳上都有2到3個奴隸在上面划船，跨過西班牙來到這個他們從來沒來過的地方，所以這是一個很複雜的故事。三位一體城佔領之後，就是我們這個就是聖沙爾多城。你現在看到野柳，這是基隆港。那這三位一體就是護守堡、看守堡、聖沙爾多城，所以我們會讓大家了解這個歷史脈絡。歷史多樣化，將家人的過去化作一把一把精彩的偽裝。1626年，和平島成為西班牙人的基地，因以聖沙瓦多為起點，從此拍開北台灣國門，航向世界的壯闊歷史。這個故事來源在於，包小歐他是西班牙人，然後他是歷史學者，然後他在圖上面就看到很多有關於福爾摩沙的文獻資料。那時候大航海時代，他研究大航海時代，就看到很多福爾摩沙的文獻資料，可是發現現在怎麼對福爾摩沙這個的介紹這麼少，所以他那時候就是開始來台灣來做一些調查研究。他那時候就是依照那個文獻資料去找和平島，直到2016年，那時候等一下我們看到挖到一角就挖到遺構啊，那個紅色的那個角落挖了一個凱達格蘭那個一個甕啊，這個甕還有一個湖壁，就是湖壁那邊有像這個叫做湖壁。後來慢慢的bingo挖到了，發現什麼？這個叫做內殿。豐富的歷史資產，或者發展出一部新的文化復甦過程。和平島經過繁華甲沒落，即將要重新展開新時代。好，這個菜市場最先的調查，這個就是西班牙的時候，1626年西班牙來正濱漁港那時候貿易。啊，你那個船只多，需要一些工人，對，還有買賣的，
後來福州人來這邊的時候，就是弄了一個市集，叫做那個尖內。那現在沒落了。我們本來是重工業、漁業、軍事要塞，那我們就想把它轉型變成觀光。我們基隆港從1937年造起來之後，經歷第2次世界大戰，那後來蓋了水試所跟台船那時候有7、8千人，加上水試所這邊工作人員非常多，所以市場92攤。你現在看到這個是萬頭攢洞，剩下16攤，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把它做出來之後，讓年輕人能夠回来，然後把這個基隆重要的這個市場能夠變成是一個無邊界的博物館。和平島太多豐富的歷史人文了，包含我們找出來這個和平島的歷史考古，還有美麗的景色。但這一些這麼漂亮的東西，這麼有價值的東西，卻一直被埋沒了。大家很多人都說哇，和平島很棒，來了之後就說啊，就這樣。不就是一個台灣的落後的一個小鄉村嗎？對，所以我們一直在思考的，那我們不是把觀光帶起來而已，我們是怎麼把人跟地方居民能夠共好。那他眼睛算大還算小？大。你覺得紅丹都是大眼睛還是小眼睛？都是大的。其實我們在野外的調查中它有分小眼睛跟大眼睛。走圖活動甲路線規劃，隨着四季的變化，各有卡數。環宇無大和平島重新行入群眾的眼內，這也是基隆歷史的起點。地方的士紳以真厚的文化底蘊，繼續寫出區域的未來展望。對着海風行過和平橋，進入彎彎彎彎的巷弄內，老城區正準備要講出新的故事。因为我本身學的是打擊樂，所以其實我們像這樣的樂器也會被歸在我們的範疇這樣子。是因為爸爸工作的關係，然後到3歲才離開基隆這樣，那所以有一些很零星的體感或者是記憶，就譬如說很濕這件事情，所以對基隆就是有一份很陌生的親切感。然後也是因為這幾年雨都他們有一系列活動，然後覺得很有趣，然後開始參加，然後知道他們有這個駐村計劃，所以就覺得好像有機會在這邊以一種居民的狀態生活一段時間。對，所以這個是我的起心動念這樣子。以創作換過名，就國內外音樂、建築、文學、雕塑等等領域的歌手，串起多元的藝術展演形態，用安尼來表現出基隆另外一番的樣貌。我覺得基隆變化很大，然後就對比我小時候大概1980年代那個時期的基隆，就是很不一樣。就是1980，我覺得確實基隆是一個好像被時代拋棄的城市。這樣，它在某一個台灣發展的階段沒有跟上，或者是沒有符合那個時代需要的東西。那30年過後，30年差不多，覺得它再重新慢慢找回自己的定位。So my name is Melina. I'm a visual and a puppeteer artist, and I'm visiting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To dive into Taiwan, I went on Workaway, and I see the project of Mila, which is an amazing project about the living patrimonial life in Keelung, and she have a project on exhibition and everything. So we bond about my work and her work. So I'm building a miniature of the Memory Market workshop we used to show the exhibition of the market. So I'm building this, and it will be the front door of the Memory Market. And when people are going to open it, they're going to see the street and an alley with the perspective, and it will be the invitation to go outside to discover the subject that live in the city in Keelung. 來自加拿大的梅莉娜就地取材，用基盤、廢紙等等原料，用伊的腳手打造出一座街仔路的模型。這個模型正是這個藝術家作品的展覽點。我們在這裡的這個展示的內容大概是每2個月左右會更換一次，然後主要就是把大家的一些創作，還有我們雨都漫步在基隆做的一些事情去展示。過頭的飛龍市場無啥人。
分裂的獨特展廳，在喜歡的之間，以無同的色調拍開一個特別醒目的舞台。像你現在看到的這些，就是3D 列印的，就是這些小建築，它其實是我們有一個基隆消失的建築物的主題。那我們去年把大家很有共感的消失的建築物重新列印出來以後再繪製，然後把大家的記憶就是重新做一個展示，這樣，透過駐村的這個方向，可以為大家、為基隆，然后展現出一個更不一樣的一個風貌。因為很多人他們來基隆都是來廟口吃了就走，可是其實這基隆真正的一個生活感，我覺得在於說，你可以在這裡進行一個比較長時間停留，你看過它的雨天，也感受它出太陽。我覺得那個才是基隆，它讓我自己身為住在這裡的居民來講，我覺得很有魅力的地方。基隆的顏色已經是從灰，對我來說轉介到有一種帶有一點點明亮的灰藍的那種感覺。愈來愈多像米娜同款的家人囡仔，離開故鄉讀冊後，選擇回到這座因成長的河都，全力再造家鄉的美好，發展出一段一段城市轉型的動人現象。人氣真好的仁愛市場，依然保留真個傳統的樣貌，不過即馬佫加一份真厚的咖啡香。我覺得它是一個很違和又有生命力的地方。對，因為我覺得這邊，我當初就是也是從事咖啡產業，對，然後就在咖啡店工作，就是咖啡店當員工這樣。但是我就是都在台北上班。後來也是覺得，如果我只是喜歡咖啡，想做咖啡，那我要不要就在基隆做就好了？咖啡廳無的確為一開始的違和，豆豆變成市集的一部分。在新思維甲舊傳統之間磨合，進一步找到平衡。那其實我很小的時候，我有在這邊活動的時候是來這邊剪頭髮。那國中的時候會來這邊上面跟找一個阿姨剪一些那個虛虛的那種頭這樣子。對，所以我後來又再重新上來，跟我想象中的其實沒有差很多，可是他人很多。對，就是他人走動啊，或是生活的那個感覺很重。對，就像我們剛剛聊的，就是整個煙火氣息很重。對，它還是一個很有生命力的傳統市場。对，當然我在設定價格上已經有稍微希望可以平易近人一點點。對，但不免的就是在剛開始一定會有一些你這咖啡才35塊，你賣60塊、70塊，那時候10年才60塊、70塊。對，然後或者是。這怎麼那麼酸？我喝不懂什麼之類的，對，那難免。那或者是這邊味道很複雜，我覺得這些困難，就是對我來說都是蠻新鮮的挑戰。仁愛市場設立在1909年，是基隆上早嘛是上有規模的傳統市場。100年來總是真實表現出基隆人的日常生活，嘛為這座港都留下真濟記憶的氣味。我是目前是做到第2代，也是在基隆賣林家祖傳魷魚羹麵。對，就從我國中的時候就慢慢有時候來幫忙洗碗啊，暑假啦就來這邊做啊，幫忙一下，幫忙到我現在長大了之後就繼承了媽媽的手藝。就我們從以前爸爸媽媽給我們灌輸的理念就是以和為貴，就是你要跟每個客人去當了朋友。你不能，你要把它是感覺是說，我今天賣出了這一碗麵，我賣出的是有一份情感在裡面。那我希望這一碗麵，他吃的是一個記憶中的味道。填滿澎湃配料的羹醬刀，數十年來持續散發香味。我們仁愛市場講的比較直接一點的話，可能是亂中有序吧。那這邊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這邊對我來講也是最熟悉的地方。對啊，所以這邊還是充滿了溫暖啊。對我來講，我覺得它迷人的是一個，像我們只要一走出去，我只要可能幾分鐘，或者是坐一班公車，我可以看得到海。你要近郊的首選一定是基隆，背山面海。你要去台北101，一班車就到了。所以我覺得基隆對我來講，它是彩色的。基隆在歷史甲產業的交匯中起起落落，
經過復蘇轉型，再度重拾海洋城市應該有的萬種風情。海風天佛細雨扶順，這座滿載時間記憶的山海之都，將繼續寫出一篇一篇淳樸動人的家人故事。